政府宣布要普发现金1万块，即嘛各种的诈骗嘛对咧出现。由邮局的柜台人员发现讲，去开户的老大人干那有变多，就惊是不少人士想要利用这普发现金的政策，怪人去开户提供人头口座。中华邮政也表示讲，已经有咧加强心在机制。 对政府宣布普发现金1万确定实施了后，各种诈骗手法也开始出现。先受普发现金感信，诱骗民众点连结，诈骗集团甚至用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名义，讲会使申请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，爱民众输入信用卡的资讯。正听讲有邮局的柜台人员发现，开户的时段变较多，要准备领普发1万块。电话邮政是讲，开户的户数并无明显增加。我建议提领啊，比较安全。 对，也比较放心。就不理他啊，那大部分也是诈骗的。就惊拄到诈骗集团，真侪时段大部分讲袂找人带领，又邮局甲其他金融机构比开户较简单。不过也互诈骗集团上钓，利用人头户转销也是洗钱。对于审计部报告来看，邮局存款口座新开户一年内底转做警示口座，对2002年的602件，当年增加到去年的1456件。其中第转列警示口座进程，邮局已经甲口座设定真侪管制。 也是无正常交易口座，对2022年到去年，每年的比例拢超过一半，显示有将近4成到5成的无正常口座，无妨提早来看出来。 一旦你的这个户头交给这个诈骗集团之后，诈骗集团就用你这个户头来做洗钱，所以有些人会不小心你的这个账户变成这个冻结的账户。如果说有人要请你去申办一个人头户，并且把你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户头啊，然后申办的一些证件、证明的文件等都交给他的时候，这时候一定要小心，这基本上都是诈骗。就惊不少人士看到这普发现金政策开户，中华邮政局已经加强开户审查机制。 另外，经由甲35间金融同业组成，应该时诈联名，打造邮政 AI 防诈模型，分析客户交易资讯，提升防诈机制有效性、加准确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